优秀啊！短片频道1年内观看次数达到10亿次了，10亿呢？你看哦，这个影片呢介绍的时候，订阅者才150万啊，1年内啊，观看次数达到10亿次哎。然后你看点按这个超链接，太香了吧！那你看然后订阅人数959万呢，从150万增加到快1000万的订阅人数了。哦，而且全世界的哦，亚洲、欧洲、美洲哦，都有那个工作团队授权给他们，把创意告诉他们，都介绍各州各地优秀人才。哦，那短片可以发展这么成功啊！